然后我们采完菜之后，我们会送去育人。卓卓，我们这边有做生命教育哈，有一些国小学生，然后来这边体验之后啊，他们发现到说，卓卓孩子怎么这么厉害，在这么热的，我们现在在11月哦，可是在夏天的时候其实是很热的，好，所以有一些孩子他们在这边体验完之后，好，谢谢了。那给秀英，好，给。抓菜饼，抓菜饼的树，菜叶朝上，菜叶朝上，哎，你等一下带市长去看产品，谢谢。可见我们韩市长的精神哦，是多么的令人感动啊！是不是？借大家鼓掌一下，感谢他。今天因为是我们只要他到的地方，永远都是人气满满的了哈。所以民调冷冰冰，人气热乎乎，大家说这样对不对啊？我在这里也要恳托所有的庶民好朋友，还有我们蓝军支持者，一定要支持我们的郑正乾新竹市的立法委员候选人，一定也要把他送进立法院。大家说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拜托我们在场的每一位，动员你所有可能动员的朋友、亲戚，还有工具，尤其是手机，好，一起来帮韩总打赢这场胜仗，因为这场仗关系了我们好多人的未来。那在这过程当中，我先呼应一下我们许修睿议长我们的主任委员他所提的一个状态：你越黑，我越挺。